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上一集同大家分享咗3間東京嘅人氣素食餐廳，今集繼續我哋嘅東京之旅。松竹園係淺草嘅一間純素同埋無五辛嘅 cafe， 食物全部都係冇用蛋、奶、小麥同埋白砂糖嚟整。呢度出名食彩虹純素蛋糕，亦都有提供漢堡包、pizza 同埋咖啡。彩虹蛋糕嘅6種顏色分別係用紅曲、紅蘿蔔、南瓜、菠菜、蝶豆同埋番薯整成，食落都係普通蛋糕嘅味，但係顏色好靚，好啱用嚟打卡。質感同一般嘅純素蛋糕一樣，會帶有濕潤嘅感覺。第一次食用腐竹整嘅漢堡包，感覺都幾得意。麵包比較煙韌，唔似我哋平時嗰種鬆軟嘅口感。炸素雞片係加咗照燒汁，口感比較實同埋薄身，底下係牛油果醬同埋生菜，味道比腐竹漢堡濃，不過都幾好食。呢度有提供 Margherita 同埋素煙肉片2種口味嘅 pizza， 因為我哋2種口味都想試，所以就揀咗 half and half。2款 pizza 嘅餅底都搽咗番茄醬同埋純素芝士， Margherita 上面再放多咗幾粒純素芝士。咬開見到入邊嘅質感係比較順滑，好似 cream cheese 咁，而素煙肉片嘅質感比較薄身，實得嚟表面幾脆口。鋪頭嘅空間唔大，有2張圓台，而吧台就有大約6至7張凳。因為佢哋朝早9點半就開門，所以如果大家會去淺草玩，可以嚟食返個純素嘅早餐再開始行程。下晝我哋去咗淺草寺附近嘅月納。呢度嘅菜式係冇五辛同埋酒精，餐牌上邊有6款套餐可以揀，可惜當日有2款冇供應。點餐之後，店員俾咗一壺紅茶我哋飲，飲落好舒服。石頭鍋飯上菜嘅時候喳喳聲，底部有飯焦，表面放咗7種食材，可以加埋紫菜同埋花生撈勻一齊食。可能因為素肉粒本身都帶有辣味，所以即使不走咗中間嘅辣醬，撈勻啲飯之後都仍然有辣味。精進擔擔麵嘅湯底係帶有少少酸辣嘅味道。麵嘅質感滑身，帶有少少彈牙嘅口感，有啲似拉麵。意粉嘅醬汁係用堅果同埋羅勒整成，食落好惹味。配料有冬菇片同埋青瓜。喺淺草行咗陣，我哋就搭地鐵去食純素餃子。11款餃子入邊有7款餃子係冇五辛。原本我哋係想食餃子套餐，可惜套餐一定要指定嗰11款餃子，唔可以轉其他款式嘅配搭，連煮法都要一樣，全部都係蒸又或者煎。因為其中4款係有五辛，所以我哋就冇叫到套餐。餃子嘅餡料全部都係加咗素肉，分別在於蔬菜配料嘅唔同。menu 上邊有寫低唔同顏色所對應嘅蔬菜配料。冇五辛餃子入邊，我覺得青椒同埋芹菜味嘅餃子好食啲，唔似其他餃子咁鹹。淺草有間蕎麥麵店有提供素食嘅菜式，係用平板電腦點餐。素食嘅菜式會標明冇肉同埋魚嘅成分。蕎麥麵本身係冇蒜，但係會落蔥，所以如果需要走蔥嘅話，可以落單之前請店員嚟，照用平板電腦落單。落單之後，店員會同廚房講走蔥。除咗天婦羅蕎麥麵，其餘嘅款式都可以揀冷麵或者放湯。
我覺得放湯會好食啲，而冷麵就會韌啲同埋鞋啲。最後一間想同大家分享嘅純素餐廳，就係位於上野站嘅 Teas Ten。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呢間純素餐廳，而我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紹過東京站同埋成田機場嘅分店。上野站嘅 Teas Ten 喺上年重新開返，位置係喺入谷改札口附近。呢度嘅擔擔麵可以自選麵底，例如小麥麵、米粉、越南河粉同埋蒟蒻麵。我哋仲加錢叫咗個模5辛嘅水餃，入面嘅餡料都係以素肉為主。1連2集嘅東京找素之旅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分享嘅素食餐廳。我哋下個 trip 再見，拜拜！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